脚往后一点站。不用，跟那没关系。下楼梯的话，高一点、多一点、少一点，那都没意义。你就下，这不成功了吗？这次挺好下的。对呀。叫了一声诸葛亮。对呀。太下了，还是下的还是很不错的。对呀。怎么样？可以啊，烘托了一下气氛给自己。我感觉这要摔人，好像没摔。不会的，你只是精神上觉得会摔。自己就是平衡感比较好，像你比如说这样摸它的时候，动它是不是感觉就是往上？像我玩那种就是那个波，我儿子以前买了一个那个没有感的那种，那个叫二郎张三那个玩的，那个没有腿扣，但那个我就玩不了，怎么上都上不了。因为小孩他一上去平衡感比较好，那我那怎么玩都玩不了，差点还摔了一下。这个就不会，它本身机器它自平衡感比较好。